这里！别怕，有我在。紧急命令！雷七，到楼下集合。雷七，到楼下集合。是。奇怪的梦，奇怪的世界，奇怪的人。更奇怪的是，梦中强加了一个爱人给我，而我还义无反顾地为他牺牲了。我们从来都控制不了梦中的自己，甚至那可能根本就不是自己。哎，休息好了吗？是的，首都军区第3集团军技术一班中尉雷七前来报道。只有我一个吗？是的，跟我来，上飞机再说。队长，什么情况？总部的任务不要多问，我也解释不清楚。最高司令部点名要你，而且咱们部队只要你。地点呢？地点天虹市。像是来了鬼一样。现场看起来很紧切，很多人员都在调度中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凯威，人给你带到了。来了，请坐。我说明一下情况啊，天虹市郊区东明街14号协一钢厂发生了恐怖的事情，这是监控画面，大家看一下。都看明白了吗？鬼啊！科学点，既然存在，即合常理。我们是临时组成的一个突击小队，前往该厂区捉拿目标。大家都是司令部钦点各个部队的精英兵王。自我介绍的事情，咱们路上说。我是本次任务的总队长李凯威。事不宜迟，出发！刚才说过了，我叫李凯威，少校，
本次行动的负责人。来，下一个。我叫雷七，前侦察连队员，后转军工科技术尖兵，18岁当兵，到现在13年了，中尉。王福之，少尉，侦察连7年，军区3大冠军。刘震，少尉5年，特种作战连老兵。黄信，都叫我阿信，中尉，军区狙击冠军。文龙，中尉，擅长近身作战，军区马拉松冠军。文豹，中尉，我和文龙是2兄弟，亚军，马拉松军军。余卫，特勤，特勤中队。张兴彪，少尉，侦察连尖兵。好，介绍完毕。大家按自己的编号找到箱子，在2分钟之内传带完毕。什么东西？我是2号。哦，怪骨骼装甲，酷啊！给我们用的吗？好家伙呀！这是沙河军事科技研发中心的试验机，名为太极鼎 1.0 外骨骼作战系统，从未对外公布过，算是我国首次使用于实战。这玩意儿怎么穿？不知道啊。我知道，这儿有个开关，可以打开。你这么熟悉？我是东部军工科技术尖兵，全球所有的军工技术都会在我们部门汇总。只是这套装甲理论上还在研究阶段，还在研发阶段就敢用。情况紧急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对方不是人，可以把一辆警车轻松削断。这个现在操作很简单，只是加强了我们的运动能力，容易学。你也不能把坦克开进城吧？啊！这已经是最好的巷战重武器了。队长，你不穿？我是指挥官，这玩意儿数量有限，我就不穿了。瞎说，没有鬼。到这里集合。现在，我任命雷七中尉为一线行动队长。好，准备进入任务区。出发！太极鼎小队，出发！轰鸣的引擎，厚重的鼓点配合情绪 move， 一直向上梦进入前程的第一，哼唱着自己的故事，开始怀疑自己所看到看似街头的暗号，下一秒飞驰的弹道，喷撞的车辆在飞力中干倒。希望逐渐被模糊，像是雨点正侵蚀着油画，上面引擎的轰鸣比原地一切都像是幻化，但是嘈杂的嬉笑还是谩骂的，怀疑着真实变化的铁骑，践踏的令人逐渐失控，开始害怕。新书的喷装高空失重啊，同样的时空，跌掉不同时空，上在相互自拍，用着不同的方式，像是彼此的仇人，又想纠缠的两三的距离很近，追寻观念之外是注定是意外是入侵是厉害是努力的发光，让彼此感受像梦境。
迹，像在被设计书蔓延整个日夜，而诸位在玻璃机一般多余是镜子般的象限世界。过去认知颠覆的视觉，从灵魂穿梭在每个字节，孤独的执念伴随哽咽。如果一切是过程是成结，如果是真的，请你聆听我独白，不愿相信谎言，也不愿被出卖。You like the light up， 让我跟进你，不在乎怎么 let it be。如果是真的，真的就请你相信是被羁绊牵绊的脚步。如果是幻想，幻想就告诉自己镜子中一面参照物，告诉他有光就暗香，失败者才看不清楚乱象。Wait for the lights up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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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秀什么才是顽强？梦境。